OK OK，好，我刚刚讲啊9点7点半9点结束。OK 啊，好啊，好。哦，看大家问大家啦。你看我也可以食饭的啦，即我话讲啊，我食袂了呀。哦，快啊！五块多。啊，要用探听无？你看呐，食沙拉，你要做骑马呢？对啊，我甲你翕起来，我甲你翕起来。够高水啊！食沙拉啦，对啦。因啊都无时间通煮饭啊，所以就食沙拉。你食迄鼎哦？哎呀，这都，我都无时间要紧嘞，食足咧，较紧食食诶啦。慢步啦，哈？慢慢啊步啊。慢慢就是啊，是啊，我拢伫遐后壁你遐听，你袂伫遮咧含恁迄个遐啊，因为我都无，所以就7点半咪较好啦。OK，问看卖，问看卖。要两个饼，较有时间通好食。是啊是啊。来紧食啦。呀，好。真正放一鼎伫遐咧食。大隻啊，啲嘛是啊，個派嘅，你做啥去啊？我記到，錢個唔襟出，無以後你計叫佢嚟，你用字係未通。睇10科20科，唔襟出錢啊！睇印象。變到咱這個神嘅攏冇去記，咱做咱知影，做工啊，人工過。你知？你說打給我不跟你拿。所以恁兜的電話是因為網絡的關係哦，建議啊。安怎？恁兜的電話是因為網絡的關係哦。會啦，換公司啦。OK。啊，啥攏換了，當我卡攏卡入去攏無法度接。伊本來迄個公司誒線路嘛是有問題啊，到尾阮家己用鬥好勢。啊，即話即間公司即話講，阮無咧管你誒電話啦，我甲你用網絡就對啦。哦。阮就家己接啊，甲想辦法啦。啊，接了才變安尼啊，下到電腦是攏正常，到電腦連線咧，迄個攏正常啊。啊，即馬來遮用都袂使。哦，安尼哦。你拍因嘅手機也會使。OK。拍出去會使啊，拍入來人拍袂入來安尼啦。啊是。所以你 package 內面無包括電話嗎？啊是安那？啊？啥物？你講恁納嘅錢是有納到電話錢，無較無甲你管。電話啊，迄網絡啊，無啥。
好来，时间差不多啦吼。今仔日咧大概用一个念这个，毋对，是咧，我摕毋着诶，哇，用伤济，等者啊，一个人，无听做诸葛亮呢。好，等下哈，我用一个，我开伤过济。我自己的名字。好来，我用一摆哈，来，好，咱先祈祷。听从阮的天父，感谢你的保守，互阮对疫情所面对这疫情渐渐来稳落来，互阮会通去倒转来伫教会实体的礼拜阮继续伫网络的即个查经聚会中间去组织求主你来帮助阮，阮透过保罗的宣教看见当初时所拄着的问题。也互阮帮助阮来思考，特别阮台湾人也有真类似的情形阮有90几%的人也未是基督徒，所以阮面对的也真济即种民间的宗教的信仰的人阮要安怎借着保罗伊所面对的来帮助阮，阮会通了解伫宣教顶悬会当用主你互阮的智慧阮将今仔日的组织献上祈祷伫甲阮三甲弟弟也未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也恭敬交托伫手中，你赐福伫因中间，祈祷靠主的名，阿免。好，即个今仔日要讲的，我用伊哥念即个吼做主体啦吼。但是其实伫头前，咱前面讲着讲保罗第一届行程第一站是去迄个岛屿顶悬，然后伊去用赶离开了后，伊要去以哥念即中间有经过一寡城市，也是讲路尾阁有一寡较细城市吼，我大概小可讲一下，互咱大概知影吼，好，咱大概佫转来看地图吼，地图伫伊所咧讲诶物件吼，咱大概佫讲一下吼。保罗伊是对安提阿开始吼，伊受差派，咱会记得伫叙利亚诶安提阿基本上是一个宣教中心吼，所以因伫初代教会保罗因开始，因就拢伫遮来差派宣教师出去伊对安提阿出来就来到伫港口西流基，咱前礼拜有讲着吼，然后坐船过来伫即个居比路吼，咱讲塞浦路斯吼，伫遮来到伫萨拉米，过来到帕佛，即个是较大诶城市吼。咱知影伫即个塞浦路斯现在分做两边吼，现在分做两边为什么分做两边呢？第北边这是回教的时阵来统治的，所以即马即个北边遮居比路即个塞浦路斯北塞浦路斯属伫土耳其即个国家的，南边是基督教的国度，所以是一个独立的，叫做南塞浦路斯的王国安尼吼。了后咱前礼拜讲到伫即个所在。今仔日开始，伊就保罗离开遮，咱会记得吼，伊每一摆去到一个所在，头去先拢足受欢迎，落尾就去互目空赤，
人就开始使人一寡人，然后就要甲赶走，甚至要甲杀死。所以共款，伊对这拍好要离开的时阵，共款去互赶走，然后伊就坐船来到这阿代利这个所在。咱先无讲阿代利后礼拜才要讲吼，因为伊转来才有入去这个城市，伊即个是伫遮经过尔尔，然后伊就直接上陆来到伫安提阿，然后佮来到伫即个伊哥念，然后去到罗斯德甲特庇即个所在大概今仔日要讲的是即4个城市即4个城市 ，OK。好，咱知影伫遮塞浦路斯土耳其OK。今仔日会去讲到即个名啦讲到即个名，甲咱拄则读到的名是无共款的发音。前礼拜咱有讲到类似的像举比如甲即个塞浦路斯共迄个字，就是无共款的读音安尼好。我互咱的经文就是对即个13章50节到24章第4节咧讲到伊格念遮其实事实上对13章的头开始就会讲到即个伊去安提阿的代志。我念伊会对安提阿先来讲咱知影即个伊格念的所在，咱拄则所看的伊就是加勒太书。咱若有机会等于我互咱的资料内底，加勒太书第1章到第1课内底我大概有讲到即个部分加勒太书伊是写互正教会，而且伊是几个同工做伙写互正教会。伊毋写互一个城市，也是一个教会，也是一个人，毋是正教会。若照初代教会的了解当时是只有伫即个南加勒泰才有保罗的脚者，就是咱今仔日要讲的伊伫第1届的即个宣教的旅程中间所去的所在所以加勒泰伊本身毋是一个城市的名。伊是一个区域，嘛是一个省份啦但是伫即个罗马统治的时间，即个加勒泰省时常咧变化伊的即个领土时常咧变化，有当个较细，有当个落伊的首都就是即马今仔日的即个土耳其的首都即安卡拉遮啦好咱大概来看就是讲保罗即届主要的行程是去到伫即个加勒泰即个省份即个所在，但是伊会先经过安提阿咱踮伊会去讲到即个地点大概时代统治的即个地图，咱大概爱有一寡概念，因为保罗的行程上届落尾伊第1届、第2届第1届是伫遮尔，第2届就较阔，第3摆搁较阔，小阔，第4摆就伫遮去罗马所以大概伫保罗的手中，福音就已经传去到欧洲当然对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开始就到即个全世界去好我搁甲即个加勒泰省来搞出来啦所以咱甲看基本上呢安提阿是毋是伫加勒泰，但是拄伫这边伫遮伊搁来伫即个所在差不多伫即就加勒泰的正教会内底这是今仔日这伊上重要的一个行程啦好，咱来看安提阿啦安提阿这是记载伫《使徒行传》13章14节到50节的所在这个安提阿毋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前礼拜就有师咧问我讲，要安怎去分辨，逐个拢叫安提阿的时阵，要安怎讲伊一般圣经的经文拢会甲你讲，什么所在的安提阿啦这咱就知影讲，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讲犹太摕即个伫遮
这个就毋是哈，这个就毋是。咱来看地图啦吼，咱来看地图。这个通常伊会讲吼，比西底的安提阿啦吼，比西底，你也看吼，这个安提阿拄啊好伫这个比西底的上北边这个角头啊，吼，啊伊甲你看这个时阵加勒泰是安尼哦吼，啊这个时阵加勒泰是安尼啊，但是加勒泰有当时啊会阁包括伫这个吕高尼这个所在安尼，吼，拄则互咱看地图吼。所以伊的地形拢有咧变化中间吼，这个所在毋是咱咧讲宣教基地啦吼。OK， 好，伫这个你大概跑落去遮个城市，你注意甲看，拢有一个共通性，就是讲伊是一个交通要道、商业的中心，嘛是一个军事的所在，吼无论伊是起偌久的城，咱会知影讲，伫迄个时阵一定是有真侪人伫遐，所以保罗伊会去遐的原因，是因为遐拢有犹太会堂，伊拢会去找犹太会堂伫遐开始来讲福音，讲国外的主吼。我想这个就是互咱一寡资料大概了解讲，安提阿伫当初时伊的真重要的地理位置啦，是讲伊的军事位置啦吼，伊即个安提阿伫当初时是咱讲比西底的安提阿有无？伊是即个比西底省份的省会，所以是一个首都啦吼。所以你会知影讲，伊伫当初时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城市吼，真大的城市嘛有大官伫迄个所在，因为伊是省会吼，所以咱知影讲伊伫遐有一寡犹太人伫遐做生意，所以有犹太的会堂。保罗会去的原因，大概拢是这的原因吼。所以去遐开始来传福音吼。伊对犹太人的基督徒开始传，然后就开始传去外邦啦吼。伫经文的中间，甲即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吼，所以咱来看吼，伊若要讲即边土耳其的安提阿，伊会讲比西底的安提阿吼，伊袂讲叙利亚的安提阿，所以咱应该袂去混淆啦吼。咱若要讲的是挂即个地名，拢甲讲的时阵，咱就会较清楚啦吼。所以即个时阵，巴拿巴佮甲保罗佮做伙吼，13章14节即个所在就讲着吼，伊就去到迄个所在。你来看讲圣经讲吼，遮个人合成的人吼，当然这是较夸张的讲法啦吼。但是讲伊讲几乎都聚集来了吼，伊讲意思讲真侪人爱听保罗的讲道啦吼。但是伫即个所在就有一寡代志，比如讲后壁就讲啊，有人有嫉妒的心，有当时毋是外邦人哦，你看这是犹太人吼，犹太人的嫉妒。嘛毋是伫保罗的时阵才发生，耶稣嘛是因为犹太人的嫉妒才叫刣死，敢毋是安尼？吼，所以咱知影讲犹太教的人，还是讲犹太基督徒，因本身迄种自我看家己过头重的即种，拢一直有存在吼，这是因足大的问题啦吼。所以伊就甲因两个人赶出去，因两个就去以哥念啊吼。所以你来看讲吼，谁人无书无写即个经文吼，因为伊伫即个所在其实是真短的时间啦吼。伊头前后壁伫遮真短吼，真短的时间，伊就又搁去互赶走啊吼。伊的较重点就是伊去以哥念即个所在吼。搁另外一个经文14章19节，有一寡犹太人对安提阿甲以哥念来到罗斯德吼。即个所在就是咧记载保罗去罗斯德即个所在啊啦吼，是咧去罗斯德即个所在，但是吼，有一寡对安提阿的人来来作乱啦。伊讲吼，叫西人逐个人用石头顶保罗啦吼，所以你会当逐个看遐伊整个行程的中间所产生的一寡前后的问题吼。这是伫安提阿所拄着遮的吼。提摩太后书第13章11节，伊讲我伫安提阿的时阵有吼，这保罗伫遮甲这个提摩太遮会
教会所讲的，所以伊甲即个提摩太讲，就讲当我伫遮受着迫害的时阵，伊拢知影，所以主甲我救出来啊，这伊咧讲着提摩太拢知影遮个代志安尼啦所以大概经文若有记载着遮的，我大概记出来安尼好，即摆要进入今仔日个较重要即个所在以哥念啦我拄则用一个新的地图叫做吕高年无共款的名啦我搁倒转来迄个地图，咱来看伊有无共款的叫法稍等OK， 即个旷野即个就是今仔日咱要讲的即个地名是即个所在以哥念为什么以哥念甲拄则迄个旷野有关系啦？其实是共一字其实共一字。来，我用希腊文互咱看啦即个字就是以哥念的意啦 ，I 啦咱即个莫看，咱敢若看后壁就好咱敢若看后壁对 K 开始，这是 KO， 然后希腊文这个叫做 N，NI， 这个发 O 啦，Iconium OK， 所以你若间隔对安尼念起来，叫 Iconium OK， 可是呢，土耳其语土耳其的话叫做孔伊啊，就是我拄则互咱看迄个地图啦所以咱大概知影讲，你即摆咧看现代的地图的名的时阵，甲连起来其实伊是一个共款的字的字根去发展出来无共款的遮的语言的念法啦你若叫苏联人来念即字伊会甲你念孔尼啊迄是无共款的发音啦所以我大概互咱知影一个无共款的语言，伊咧发音的即个方法是无共款啦OK， 保罗对安提阿来到伫即个对遮来到伫以哥念这是搁另外一个大的城市，当初是吕高年的一个即个首都这就是即马土耳其话叫孔伊啊OK， 大概互咱知影这记载是《使徒行传》13章51节一直到14章第1节第5节即个所在咧讲着保罗伫即个所在咧传福音，大概咱大概知影讲伊当然是用即个希腊语做最主要的即个语言做通行啦咱大概知影伫古早若毋是读孔伊就是讲Iconium即个Iconium就是咱咧讲的以哥念啦伊有加一个母音伫咧头前一个字根伫迄个所在。咱和合本用以哥念就是 Iconium 即个来做翻译啦咱大概知影者。伫地位顶悬就是我拄则讲即个加了太省即个吕高尼地区的一个上大的城市啦咱咧讲现代来讲是土耳其即个科尼亚省科尼亚省的首府啦这是即卖的翻译咱大概知影者伊的重要性就是讲，伫罗马帝国迄个时代伫遮，因为伊的地势的关系伊是一个咱咧讲高原啦，伊讲高的平原是高原，就是讲伊较悬，地势较悬，但是较平。当然伊就有迄个边仔的所在，因就拢守伫迄个边仔就真好守啦歹讲咱大概伊即个地理的位置也是军事的位置我拄则已经有讲保罗大概是初代教会时代，伊咧传福音，伊大概拢去看军事要点啦、商业要点啦。为什么？因为即个所在犹太人介济啦，有犹太人的所在，就有犹太啥物会堂，
所以保罗拢会去迄个所在来伫遐传福音，来伫遐讲道，吼，来伫遐讲道。啊，伫即个所在的人，因拜，古早人就爱拜即个生产，甲生产有关的神明啦，吼。因为即个是拜一个女神啦，吼。听讲伊迄个祭司吼，若毋是独身的，就是拢有迄个咱讲太监安尼啦，吼，大概是安尼吼。OK。好，伫相关的经文内底，《使徒行传》13章、15、14章遮拢有啦吼。保罗甲巴拿巴伫安提阿去互赶出来了，就到以哥念去吼。这是咱今仔日读的即段的经文。16章的第20节讲，保罗讲，路西德甲以哥念的兄弟拢学了提摩太吼，伊拢有摕到遮的吼。所以你会看，咱会对遮的证据知影讲。这保罗已经去开拓教会了，伊到落尾到遮的人拢还佫有伫来往，还是讲有得到消息，所以咱会看到讲伊写加拉太书，嘛是因为有对遐有一寡教会的问题，所以写批去甲因劝勉吼，甲遮的代志。提摩太后书3章11节，保罗安尼讲，保罗讲伊捌伫安提阿、以哥念甲路西德受到逼迫，咱拄则已经有讲到即个吼，这是这个部分啦吼。吕高尼就是当初时加拉太省的南边的一个地区域啦吼。伊的北边就是咱咧讲的北加拉太吼。这个是较属伫这个南加拉太的所在啦吼。这个就是为这个拿色的部分，这个就是吕高尼吼。这个加拉太是伫遮。到落尾加拉太的区域就安尼划落来吼，就安尼拢甲包括内底去吼。好，来，吕高尼，咱拄则有讲着，这是一个高原啦吼，所以伊地势较悬，但是伊是平坦的，毋是迄种山的形吼，但是伊是悬的平坦的所在。所以伊伫即个所在有伫真好的即个。军事的要点甲伊伫遮真重要，嘛有通商的需要，所以伫遮有足侪迄个犹太人拢伫即个所在吼。根据即个一寡记载讲，大概伫3世纪的时阵，伫即个所在因有建立一个真好的一个报道的即个系统啦吼。但是这是伫所谓的外传啊，圣经内底无讲啦吼，但是有安尼一寡其他的资料来显示讲，当初是因伫遮有建立真好的一个传福音的即个制度安尼啦吼。伫使徒行传14章第6节到第7节来讲着讲，即个所在是一个区域，一个省份吼。伫第2位伫顶悬来讲，伊是加拉太省的南边啦吼。伊的西边就是比西底，就是咱讲安提阿吼，伫比西底的安提阿吼，这个咱大概知影吼。好，伊这个地位，咱拄则已经有小可讲着吼，伊是会当到叙利亚吼，会当去到罗马，所以伫土耳其的中间，伊是一个算中的一个位置。伊伫交通顶悬有真重要的即个位置啦，当然伊嘛是有真好的遮个报道的建立啊吼。了后，那照圣经的记载，伊又搁去互赶啦吼，因为对安提阿来的遮个基督犹太人，甲因当地人，着甲西人吼，搁甲保罗甲赶走，要甲拍死安尼吼。所以保罗又搁离开离开了，就去路西德这个所在吼。伊大概是即个咱咧讲诶以哥念诶即个西南边啦吼，伫遮吼，我用即个口仔伫遮吼。这是一个较细的城市吼，一个较细的城市。伊的地形是即种型的啦吼。伫记载伫遮就讲使徒行传14章第8节到19节这个所在吼。以哥念的西南边。土耳其差不多中啦吼，当初是现代吕高尼省啊，但是当初是即个加拉太省吼。
咱大概知影伊诶位置啦吼。罗马统治诶时代是真重要诶殖民地啦吼。保护迄个所在诶即个罗马诶利益啦吼，所以伊虽然是较细，但是吼，伊有足重要诶军营伫即个所在吼，伫军营即个所在是阿古斯都伫咧即个统治诶中间几个殖民中间诶据点之一啦吼，一个据点之一，亲像咱伫迄个欧洲诶殖民时代诶时阵吼，咱诶亚洲拢是对一个叫做东印度公司来，迄著是因诶殖民诶一个据点安尼吼，大概是安尼诶概念啦吼。伫即个所在，因为偏僻，我拄则讲伊诶城市无介大，但是用军人做主体啦吼。伊嘛无有介济即种商业诶发展啦，但是有犹太人伫迄个所在吼。咱知影像即个提摩太，伊就本身伊有伊诶妈妈甲伊诶爸爸，一个是伊人，一个是即个希伯来人吼。咱就知影讲伊遮有一寡外族通婚诶代志存在吼，所以遮有真大量吼毋是希腊诶民族，像罗马好，还是讲其他诶民族拢有啦吼。相关诶经文伫即个所在14章诶第6节讲，巴拿巴甲保罗对以哥念来离开了后，就走甲即路斯德吼，甲特庇两个城吼，所以。咱连面要讲着路斯德甲这特庇即两个城，拢毋是介大诶城吼，拢会当讲是以哥念诶卫星城市啦吼。伫即个路斯德，伊有拄着一个生来就歹骹诶人，保罗甲医治吼，保罗就甲医治。伫即个城市内底有拄着一个较特别诶情形啦，就是讲伊甲医治了后吼，因着遐一寡人吼，甲因当做迄个神明诶降临安尼啦吼。这念面咱这后壁我会放迄两个神明，大概解说互咱听，互咱小知一下。因会安尼来甲因讲诶原因，就是因为拢伫遐有安尼咧拜这诶民间宗教诶神明也是讲咱讲希腊式诶、罗马式诶这个神明吼。所以咱拄则嘛有讲着讲，有人对即个安提阿甲以哥念来吼，就甲因安尼使人吼，叫因甲用石头甲保罗拍死安尼吼，结果伊无死啦吼，就佫逃走安尼吼。好，咱大概知影伫遮。好，咱来看吼，即个路斯德真重要诶代志，对保罗来讲，就是甲提摩太行割礼啦吼。这咱有讲过啊吼。保罗要甲提摩太行割礼，保罗足反对割礼诶人，敢毋是？是因为骗提摩太去犹太会地区去遐来牧会来传福音，所以互伊来行即个割礼，互伊袂受到排斥吼。这是因为安尼考虑吼，安尼顾虑来。个另外。迄个卫星城市，以色列的卫星城市吼，特庇啦吼，因就拄着即个吼，咱来看讲伫遮吼，特庇，这是考古学敲出来的一个城市伫即个所在吼，当然伫地理位置，咱知影讲伊是东南边啦吼，当然嘛是真重要的军事，咱主要看即个。罗斯德甲特庇即两个城市拢甲军事较有关系，商业的较少啦吼。相关的经文是伫即个所在吼，就看伫遮讲，因有来到伫即个所在，有拄着即个加油甲提摩太吼，遮吼。好，伫遮经文内底，咱对迄个。保罗第一站居比路吼，塞浦路斯遮来去看，就是讲伊去到每一个城市，拢会去拄着去入去伫犹太基督徒的会堂，伫遐来传福音。
啊，伊嘛会拄着当这时阵，圣经咱会当看着足侪摆样敬虔较尊贵的富人人。啊，你若看到敬虔较尊贵的富人人，通常伊是希腊人、罗马人，伊毋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富人人是袂当出头的吼，但是希腊人因遮有诶真侪人拢是做官的，啊，因就是拢比如讲经济较好，所以因遮拢会诚做当初时出来教会的遮支持者、奉献者啊，伊若感觉讲，即个人讲了袂歹吼，伊就会叫伊来啊听伊讲道，所以呢爱听保罗的讲道，啊当然因就会伫遐会甲奉献安尼吼，所以诚做一个做支持的咱大家知影即个背景啦吼。当然，即个内底保罗伊嘛真重要，要去传福音，比如讲咱前面讲到迄个使徒保罗吼，伊是一个罗马的总督，咱伫使徒行传13章的所在有看到吼。啊，因受册来宣教，当然保罗已经真清楚知影讲伊家己要成做一个外邦的使徒，所以伊就用伊的保罗的名，无搁再用扫罗的名吼。啊，所以伊拢去到伫遐接着犹太会堂、犹太基督徒了后，就开始转往伫外邦咧传福音，所以会甲遮个人有一寡关系。啊，你会感觉足趣味，就是讲吼，大部分伊去互人攻击赶出来，大部分拢是犹太人，吼，这是足趣味的吼。啊，伊咧外邦咧传福音，当然嘛会拄着外邦的攻击啦吼，但是比例来讲吼。犹太人较济安尼啦，吼。好，咱有看到讲一寡问题，就是讲伊伫遐开始建立教会了后，伊就开始伫遐训练学生有诶圣经反正讲门徒啦，吼。即个门徒，请咱毋好误解耶稣诶12个门徒，毋是哦，吼。即个门徒是对保罗咧伫教会内底服侍诶人，吼。所以开始训练门徒，咱讲门徒训练的概念大概是对遮来啦吼。所以咱伫遮看着讲一寡以色列内底的犹太人啦，以色列的希利人啦，遮无信的犹太人啦，是讲遮外邦的人吼。咱拄则讲遮希腊人占一部分，但是嘛有一寡其他族的人吼。伊伫路斯德拄着一个生来歹脚的人，然后有看到保罗甲巴拿巴去互当作神明。当作宙斯，当作西米尔吼，咱有看到宙斯庙的祭司起来攻击保罗，等等遮的代志吼。好，保罗甲巴拿巴时常去互欢迎，嘛去互甲赶出去啦吼。即个互咱来一寡思考啦，就是讲伫教会内底其实嘛有真侪时阵会产生即种的问题。遮个人欢迎保罗是讲，伊咧讲的物件，因感觉真新鲜，真有气力，所以因就真爱听吼。圣经嘛有要甲咱讲吼，差不多规个城市的人拢来听，但是到落尾，改成甲耶稣的遭遇共款，伊要最后入去一个耶路撒冷的时阵，是所有的人拢来迎接伊，到落尾是所有的人拢举手讲等于是伊个吼。即种的情形不断咧发生，不断咧发生的即中间啦吼。保罗伊毋是去犹太人会堂聚会吼，但是伊用遐来来即个做宣教的空间吼。古早因即种的礼拜堂会堂你会当讲synagogue，嘛会当用罗马时代建筑迄叫做巴斯利卡吼。搁较早礼拜堂的上盖头前的建筑形式叫做巴斯利卡，就是大会堂啦，吼，大会堂安尼，所以伊拢用迄个所在伫遐咧传福音，伫遐讲道，吼，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咱照今仔日的经文内底甲咱讲，伊去真济所在，吼，毋是干那一个，咱今仔看讲，安尼伫即个加拉太内底，伊去4个所在，吼，去安提阿，去即个以哥念，吼，罗斯德甲特庇即4个吼，咱就看讲，伊伫遐去互赶走，就离开去后一个城市，继续传入福音，搁去互赶走，
伊大概保罗的行程拢是安尼啦吼。甲即摆报道甲足无共款，即报道甲拢安排好啊吼，啊搁看要坐飞机啊是安怎吼，啊伊毋是吼，伊去到迄个所在开始开拓教会，受到欢迎，建立教会，设立制度，训练门徒，啊去互目读册，啊搁去互赶出来，赶出来了伊就逃走，啊逃走要去倒位，通常伊嘛无啥知影，一寡在地人就讲啊无你去遐避咧吼，所以你甲看。伊对以哥念到尾走即两个城市，拢较细的城市，吼，但是伊嘛是去到遐有机会就继续传福音嘛，吼。伫即个所在，咱有看讲遮尊贵的负责人，我拄则已经讲到即个背景，吼。通常这是拢有罗马背景的，是做官的太太，遮贵妇，因有钱人，还是讲公爵即种，咱大家知影，当然是无即种公爵迄个啦，吼。伫遮因就会拄着一寡犹太教的基督徒问题，有割礼的问题，有即个希腊人因的传统的信仰遮，所以伊若去互赶走，伊就去到另外一个所在吼。这互我想着讲，耶稣基督嘛，我讲过，讲伊找门徒出去的时阵讲，若即个所在嘛无接纳你，无听你的话吼，你就离开遐，涂骹站站的吼，即个。平安就留互恁安尼啦吼，咱来看伊讲，像安提阿门徒，因就真欢喜啊，有圣神充满啊吼，咱拄则有讲着，遮个学生就是讲伊的门徒吼，遮个人欢迎伊，但是伊有搁要甲赶吼，这咱感觉怪怪吼，但是这拢一直教会历史的中间不断地发生，满心欢喜在追求，但是。到尾吼，又搁是安尼，看伊伤过受欢迎，又搁目空食，就要甲赶走，要甲创互死安尼吼。这咱就看着讲，以哥念的犹太人啦、希利人，因来信主吼。这个是保罗伫遐讲，我无掠福音做见效吼，这福音是上帝的大亏力吼，等等遮的。伊真确定讲，上帝福音是对犹太人，然后就要去外邦吼。这个是。保罗所咧讲，伊真强调迄个信，因为信就要得到称义，因为信就要得到救吼，所以毋是爱用割礼啦吼。好，咱来看着讲，遮有一寡毋信的犹太人，就煽动遮外邦人吼，互因伫遐内乱啦吼，伫教会内底内乱吼，然后咱就知影看伊讲，伫即个所在，因就出伫。嫉妒啦，就有纷争啦，吼，伫遮有法度吼，来真合一来追求即个信仰吼，即个是经文甲咱讲的吼。但是咱对保罗的信上来学习，就是讲，伊无论安怎，伊是足大胆，还是讲把握迄个机会来传福音啦吼。前礼拜我会去周老师有在提问要怎鼓励咱的会友去福音。其实就是讲，咱真正爱保持迄个热心啦吼，咱有机会就甲人分享，有机会咱就去做见证安尼吼。像这是保罗的典范啦吼。伊讲伫城内分辨，就是讲伫教会内底吼，分党结派安尼吼。伫遮咱会看着讲，因分党结派了后，就彼此伫遐陷害，就。甲保罗、甲巴拿巴吼，甚至要用石头赶，甲折磨死啦，所以就爱搁逃走吼，第12个吼。所以保罗大概拢一直咧拄着遮个代志安尼啦吼。上落尾甲咱讲一下，讲伊伫迄个生落来就摆骹即个的人了后，在地的外邦人就甲巴拿巴封做宙斯啦吼，保罗封做希俄米啦吼。这个意思是啥物话呢？意思就是讲巴拿巴较老，保罗较少年啦，吼。宙斯代表一个老人的心灵啦，吼。大家互咱知影，咱对宙斯应该无生分啦，吼。大概因伫遐，因就是有迄种医治还是讲迄种有能力的即个心灵啦，吼。因就感觉讲伊会当互一个破病
生落来啊，着摆骹诶人安尼吼，啊，着拢会当好起来，就感觉讲伊是足有气力诶安尼吼。啊，我想伫遮咱大概看过就好啦。我即个咱毋免记介济吼，大概知影吼。啊，伊伫遮吼啊，做事伫因当初是感觉讲是一个正义诶吼，啊，所以因讲因会当来遮伊伫即个人吼，是一个正义诶神明安尼啦吼，嘿，啊。你会知影讲，伫所谓诶传统诶宗教内底，拢毋是单一诶神明，啊，因叫做集体管理啦吼，因是毋是靠家己安尼吼，啊，这代是咱嘛了解就好啦吼。好，啊，这个西米尔搁另外一个名叫赫米斯啦吼，啊，伊就是较少年诶神明，所以保罗去用当作是即个神明，吼，啊，伊有即个牧羊人的身份啦，吼，牧羊人的身份，吼，啊，真够变啦，你来看，吼，这有甲这个保罗小可合安尼啦，吼，啊，保罗因为有做过兵啊，吼，可能身体嘛袂歹安尼吼，啊，都应该当做这个神明安尼啦，吼，大概咱看一下安尼吼，大概知影咧哈。啊，保罗甲巴拿巴因两个，因为伊伫一个袂当行诶，去互当做安尼，但是因两个真反对吼，因为遐个人包括即个做事神庙诶祭司，所以你会知影讲吼，遐祭司拢假包诶啦，含即个因即两个人，伊嘛当做神，啊，搁带一群人要来甲拜安尼吼。啊，你知影着保罗甲巴拿巴因两个着吼，衫脱起来跳咧水内底。啊！你敢若是咧救助讲啊，阮毋是安尼吼。好，啊，结论来讲啦吼，咱真侪时阵会去欢迎一寡讲道者、牧师，也是客座讲讲道诶人，也是讲欢迎一个新诶牧师来。但是伫教会历史诶中间，其实不断安尼咧发生。咱欢迎一个同工来，咱嘛真有可能佫会甲表达无欢迎吼。啊，到底是啥物原因？我想这会当互咱做一寡思考甲反省诶啦吼。啊，伫传福音诶过程诶中间，我前礼拜就牧师伫问了后，我有甲大家分享讲吼，咱无需要惊吓迄种传福音会去用拒绝啊，传福音会去失败诶即种代志啦吼，就是讲，咱甲传，真爱甲传啊。耶稣讲真清楚，伊若无要接受，啊，即个着甲你无关啦，吼。但是咱若有机会，咱无去甲伊传诶时阵，咱着是爱担即个责任啦，吼。对教会历史诶角度来看，教会愈受到压迫诶时阵，福音诶气力愈大。咱用保罗诶角度来看，伊受到压迫，着走去别个所在，然后伫遐佫继续来传福音。啊，有当时真短时间。但是伊伫遐所建立起来迄个福音的政治甲人际关系，其实影响将来介大吼，将来介大。真可惜，你注意甲看，启示录的7间教会拢伫土耳其内底，到落尾，即7间教会拢无去啊，因为咱知影伫即个中古世纪的时阵有回教势力啊入去了，啊，遮都拢无去了吼。啊，这嘛是互咱一寡思考啦、借鉴啦吼。啊，咱要安怎伫福音的顶悬来传啦吼？啊，伫罗斯德的保罗因伊伫一个摆骹的人吼，当初是因甲因当做宙斯啦，甲西尔米吼。啊，伫遐因真清楚的表达吼，这是迷信，因两个毋是神啦吼。明仔载即个在你伫我想，我会去讲着讲啊，咱到底要应用啥物人的名？啊，伫即个所在，咱注意甲看，保罗甲巴拿巴因真清楚，即个伊治的权柄是对上帝遐来，所以因是足清楚表达。你若无清楚表达的时阵，则有一寡的人会误解，吼，你像我因着甲当作神明安尼吼，啊，咱就知影讲装神弄鬼的拢会啊吼，也是讲造神主义吼。OK， 啊，咱伫遮敬拜甲今仔日拢有小可讲着这。事求保罗啦吼，啊，伊伫即个所在前礼拜即个平平嘛问着讲即个方伯吼，啊，方伯是一个地方官的意思啦吼，啊，伊伫遮是算一个巡抚，也是讲
一个钦差大人即种诶地位吼，安尼讲，敢像咱台湾驻纽约诶代表处处长啊，像讲即个意思安尼啦吼。保罗咱前礼拜有讲着，我搁一解强调，保罗伊基本上伊有希伯来人诶名，也有希腊人诶名。因为伊真清楚家己诶定位是要做外邦诶使徒，所以伊开始就用希腊诶名来互因认同。即个做法甲伊甲提摩太行甲咧意思是共款诶，吼，互遮诶人，伊要传福音诶对象，遮诶人会通真简单的接受伊，吼，是即个原因啦，吼。好，以上。